续要来看是这个高雄市的刑警大队，顶礼拜宣布破一件医美器材的诈骗案。有民众讲，伊买韩国进口的七色的仪器，一台要268000块，也毋过淘宝网络一台敢若卖9000块。这台湾代理这台仪器的代理商，今仔日联合来开记者会澄清，讲这套仪器所卖是原厂技术的专利，并是仪器本身。因指控着台湾的警方无详细来调查，就老草来宣布破案，造成几啊间美容代理商受害。韩国迄边的原厂嘛看海发布着影片来澄清，支持台湾的代理商提出着告诉。咱这边的检察官是回应讲，这个案件有请当事人提供证据，目前等咧侦办。面的疤透过仪器切皮肤吸水，要用什么地当给砍掉咧？这款由韩国专利研发的美容仪器，一套要268000。顶个月26号，高雄刑大发布新闻，讲调查着业者涉嫌诈欺，理由是有民众检举伫咧淘宝网络用9000块地当买着，互真侪间台湾的代理商受影响。因做来开记者会来指控警察办老草，影响到因的美容生意。我们莫名的被扣上了诈欺罪的嫌疑，甚至上了媒体新闻，为一个消费纠纷衍生的诬告，造成了很多认真投入在这个技术产业者的一个伤害。대만 및 기타 국가의 판매 모델은 동일하지만 다른 국가에서는 이러한 문제가 발생한 적이 없습니다. 韩国官员嘛讲，这款仪器包括专利精准器 App 系统，唔是警察所讲的含伫咧网络买来仪器有共款的功能。即便在淘宝上面买的测色，它也无法使用我们的 App， 也无法结合我们的摄乳。好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。强调支持台湾的代理公司提出法律诉讼，争取因的权益。地检署回应，这个案件会有请相关当事人提供证据和资料，继续侦办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